贪多为做人之病，对不对？你要贪真济真济，烦恼都真深嘛。这个人吼，伊永远心都未清哦。各位，咱要贪真济就对，济要顾较济，济要顾较济安尼，好业要顾较好业就对。像我看真济人起厝，伊呢好几个大公司啊，这个起的时阵啊，起几啊千间了，几啊千间就对，啊卖出去啊，结果拢甲银行贷款啊。这么纳不起啊，结果最后拢倒，全部都倒了。啊，因遐人要倒以前，应该将钱拢赶走啊，走去美国咯，走去倒远咯，真济国家安尼走。你看你贪太多了，这是做人的病，各位，这是做人之病，言多为硕士之病啊。各位，咱话伤济，这伫你伫世间甲人直接甲人处理，话伤济啊。话伤济，这就是这个病伫遮。各位，咱来有一个限度，各位对不对？该你讲的时阵，你才讲，无应该讲，一句都歹讲，无安尼去得罪人，会去甲互别人来误会，足容易怀疑，安尼都无需要，甲人结恶缘。所以言多为劣势之病。你甲人伫处理代志时阵的过程，你话伤济就对，安尼要注意，一定要斟酌。假话伤济，智多为用心之病。你的心为什么袂单纯？心为什么袂安尼善良？各位，你设计伤济，设计太多了，用真济假描计谋，安尼逐工拢伫受遮，这是用心之病。迄个心就复杂，袂单纯。各位，心若袂单纯，各位，你就起伏伏，关结，你要静落来很难静下来。各位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，计划太多，你的心机太多了，这就对你来讲是一种负担，会多为积家之病，对不对？浪费啊，各位，真高开销啊，安尼费用都无一个限度，无一个节限就对，没有一个节约。各位，你费用收济，咱的一般家庭来讲，这是一个上大的毛病啊。你都开销无法度，你赚的都无法度应付了，你知？各位，哎呦，你真糟蹋啊！看到啥嘛买，看到啥嘛要爱滴安尼。各位，你费用太大了。你敢若一个大家庭，你爱花家，你内底爱有准备，哎呀免啊，一定爱嘛。你无一个准备，你都是安尼都大出手，什么拢安尼黑白开，你后摆哦，你糟蹋无路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没有计划。无计划，所以咱人呢，你用的时阵一定要知影你的消费这费用，你一定在这个一个家庭当中，各位你爱有一个限度，有一个约束，各位安尼，这你若是开了伤济，费用伤济，安尼你的家庭就会失败，家庭一定会失败，这是积家之病，各位要注意这点哦。愿以此功德。平等喜切，强发菩提心，同生安乐国。